scattered in mercy gathered, mended and whole, empty-handed but not forsaken. I've been set free, I've been set free.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Ooh,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Oh, I can see now. Oh, I can see the love in your eyes, laying yourself down, raising up the broken to You take our failure, you take our weakness, you set your treasure in jars of clay. So take this heart, Lord, I'll be your vessel, the world to see your life in me. Oh,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Ooh,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 a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Oh, I can see it now. Oh, I can see the love in your eyes, laying yourself down, raising up the broken to life. All these pieces, broken and scattered, in mercy gathered, mended and whole, empty-handed but not forsaken. I've been set free, I've been set free.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Ooh,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Oh, I can see now. Oh, I can see the love in your eyes, laying yourself down, raising up the broken to You take our failure, you take our weakness, you set your treasure in jars of clay. So take this heart, Lord, I'll be your vessel, the world to see your life in me.
see gathered, mended and whole, empty-handed, but not forsaken. I've been set free. I've been set free. Amazing grace, how sweet the sound that saved a wretch like me. Ooh, I once was lost, but now I'm found. Was blind, but now I see. 我迄落的心要充满，主的福气若水泉。咱做伙来用既然我好呀，我来敬拜学了咱的上帝。伊若我好呀好我，伊落的信心要充满。伊若我好呀好我，主的福福气来水泉。伊若我可也好我，平安的心要充满。为若我可也好我，一切就做要打破。为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要欢喜来到主面前。伊就唱歌学了主生命，伊若我可也好我，伊落的心要充满。伊若我可也好我，主的福气来水泉。伊若我可也好我，平安的心要充满。伊若我可也好我，一切就做要打破。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伊就唱歌学了主生命。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打开心门来领受。我们欢喜来到主面前，记得唱歌学了主生命。咱做伙来读这节的圣经。我的心对我讲，就来调戏伊，上主啊，我来调戏伊。这是咱来感恩甲认罪的祈祷。咱本主日是11月24日，是感恩的主日。过去上帝伫咱的身躯的带领，表达咱也对上帝的感恩。咱做伙开声来祈祷。特别上帝主，我感谢学了你，因为你的慈爱临永远，你的丰盛的慈悲除去阮一切的过失，将阮的罪恶一切来洗净甲洗手，互阮到无罪。主上帝，阮感谢你，对年头甲年尾，你拢保守阮。阮阁经过一个外月，今年就要结束。今仔日是感恩的主日，我们表达对上帝的感恩。我们尽心、尽性、尽意、尽力来服侍你，做主你所欢喜、搁尽忠的萝卜。我若要求上帝赏赐能力、性情充满主任牧师、当牧师的领导，中集同工正会友，会当同心合意兴旺福音，按所采表来跑走。我来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名，阿门。伊伫甲头放的祈祷。
咱来为着身心灵得到医治来祈祷，邀请主耶稣借做咱灵、思想、情感以及身体的主，咱若将所有的挂虑拢交在乎伊。只是咱毋过咱的身体对无啥爽快的，感觉有问题的所在，求主你咱的心、咱的手看伫咱迄个需要医治的部分，主的疼要充满咱只是开声来祈祷。你也是阮的力量，是阮万东随时的帮助。你在阮身体软弱时常白疼，年纪慢慢增加，体力的衰退，毋知安怎是好。但是阮深信伫困难的中间来到你的面前祈祷，一定会得到你的帮赞甲安慰。阮相信你有医治的能力，但是你有主权，阮只有顺服。求主你时刻甲阮同在，愿主照你的慈爱恩待阮。医治阮，互阮得到透放，得到医治，奉主耶稣基督性命来求，阿门。咱来为了主你的守望来祈祷，为了服侍的人员中一同工，以及互因有属天的能力甲权柄，要为着今仔日要祈祷的这个事项。顶礼拜牧区座谈会中间，为了小组的名单。邀请工作来代祷，互每一个会议拢会当得到牧养，会当带领超过60位的小组来喂养羊群哈。第二个为了每年推动的德国的宗教改革的旅游的事工来代祷，互宗教的改革的热情会当甲迦南60周年互相来结合。要为了第五组来祈祷，区长是黄家生，陈如山，小组长是罗家军哈。因要祈祷的事项是季节的变化哈，求主来保守小组甲组员、小组长甲组员的平安健康。第二来保守因要待产的母女哈的平安，身心拢需要医治，出入拢平安。祝福对小组的中间会当培养出新的小组长福杯满意哦。咱做伙开声来祈祷。所有的服侍的同工拢交托仰望你的手中，求主你赐能力、家庭伊的力量、教业的稳定，领受服侍的福气，经历你甲主同工的美好，哪服侍哪甘甜，为主做美好的见证。求主你迦南教会兴起搁较侪成功的家庭小组，温哥丹牧师你策略计划有智慧的带领一群会当同心的同工。训练出好的小组长，培养出健壮的组员，来扩展更较侪成功的小组。我若为了明年推动的德国宗教改革的旅游的事工来代祷，互宗教改革的热情甲迦南教会60周年来结合，互阮更加认捌宗教改革，认真读圣经，明白圣经的真理，会互教会袂腐败。互教会袂腐烂，求主你帮助迦南教会，成做一间健康的教会。要为着第五组会来祈祷，愿主成做因生命的保护，愿你甲因同在，赐福因，互因身心灵拢得到健康，互因的灵魂兴盛。求主保守要待产的母女出入平安。主啊，阮求主你祝迦南教会成做健康成长的教会。求主来祝福教会每一个牧区小组长、兄弟姊妹的生命不断的长大成熟，落去接受装备，建造教会。祝福每一个小组的中间，
会当产生新的小组长。求主你来加添智慧，互有合一的心，会当做上好的来奉献予主，来荣耀主的名。咱最后用主祷文来祈祷。阮的天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成成，你的旨意在天里，阮的死行予阮，赦免阮的过犯，亲像阮也赦免过犯阮的人，无你传阮离弃，又救阮脱离的歹，你国权荣永光拢是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我的心真真，全无听候上帝。我的拯救是对伊来，独独伊是我的石盘，拯救我的伊是我的关台，我袂大摇动。请咱做伙来吟信诗第12首，请主你所做伟大水无比，请起立吟全首。主你所做伟大水无比，你创造地甲天，你的强将阮的清气心，迄手来破山岭对
请咱永远徛伫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使用你的独生囝耶稣基督是日个的救恩，将阮对黑暗中拯救出来。伫圣洁的国，透过耶稣基督的保护，洗清去阮一切的罪甲不义，互阮成做上主的囝儿，宣扬上主的作为。感谢圣神赏赐阮对上主真理的觉悟，帮助阮伫每一工活出上主逐项美妙佮真实的气力，建造天国子民的价值观。嘉南教会明年要进入第60年，感谢上主稳定同在，带领你的教会勇壮大汉。毋过，阮知阮无要用现在来满足，因为上主的福音还未满室的开花，还未遍传天边海角。阮要回应上主带领嘉南教会60年以来稳定的道路。明年教会目标：60位洗礼，60位的小组长，60小时的志工时数。求上主兴起嘉南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的心，互人人该祭司，人人拢做小组长的心志，齐齐加添。对流离失所、未捌听见福音、未捌进入上主稳定的灵魂有迫切的负担。主啊，嘉南教会宣教的路无休困，阮要爱徛起来行动，倚靠上主的带领，要得到桃园，要互桃园成做福音的土地，要大心对家庭、对社区起造地基。求主帮助阮，无看环境，也无惊吓受到拒绝。阮的心、阮的目睭，只有主神看耶稣。感谢上主甲阮同在，耳康听阮的祈祷。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门。请坐。请咱做伙来启应文第55篇马太6章。毋通为着恁的性命要食甚物，要啉甚物，在操烦。嘛毋通为着恁的身躯要穿啥物在操烦。性命敢毋是比食物较重要？身躯敢毋是比医护较重要？恁看空中的飞鸟，因无种作，无收成，嘛无囤积粮食在仓库。恁的天父嘛要甲因养饲。恁敢无比因较贵重？恁点有人想讲，操烦袂当，互家己的性命较加活一时仔久？恁敢着因为要穿甚物操烦？恁想看山野的花安怎在大杂，因无劳苦，嘛无通种。不过我甲恁讲，连所罗门上荣华的时，伊穿的衫拢无比遮的花的一蕊搁较水。山野的花草今仔日在活，明仔载互人迄落花落。上帝拢安尼甲因糟蹋。恁敢袂搁较？伊敢袂搁较甲恁糟蹋？恁哪会遮尔无信心？所以恁毋免操烦讲，阮要食甚物？还是阮要吃啥物，要穿啥物？遮个拢是外邦人在追求的。恁的天父在遮个，拢是恁所需要的。着先追求伊的主权甲伊的旨意实现。遮个物件就会煞拢互恁。所以毋通为着明仔载操烦。明仔载代志，明仔载才操烦。坐声，一日的艰苦一日长。即时要请手真团献诗，因所要献的诗歌是《耶稣温柔慈声呼召》。
请咱做伙来启用圣经，歹势，是的。请咱做伙来共读上帝的话，旧约圣经但以理书第9章第1节到第4节。米底亚人亚哈随罗的囝大流士统治巴比伦国第1年，就是以做王元年。我但以理伫经典读到上主启示先知耶利米关系耶路撒冷为荒废70年的记载，我就向上主祈祷恳求禁食穿满衫三恢复对伊求问即个事。我向上主我的上帝祈祷，认罪讲：主啊，你是至大通敬畏的上帝。守约是自爱，互所有听你遵行你诫命的人。以上只是要请本堂单别集主任牧师讲道。今日你所要讲的题目是但以理的祈祷。请咱同心来祈祷。是阮听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带领阮进入伫秋天、寒天的中间，享受阮有温暖的徛家，也享受阮有教业的粮食。也告诉阮每一个兄弟、兄弟姊妹，拢健康勇壮的心灵。主啊，也求上帝搁一摆通过你伫圣经的话语，开拆，互阮通明白进入阮的心，进入阮的耳孔，互阮的心通晓悟，也通明白上帝你的旨意，互阮当行伫上帝你所祝福的道路。阮伫主的面前献上阮的感恩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感恩节快乐哦 ，Happy Thanksgiving！ 好像甲你隔壁的人开讲感恩节快乐，感恩节快乐。好，咱伫台湾检采无真惯势来过即个感恩节，但是这若伫美国，这是因一年中间非常重要的一个日子。甚至对即个 Halloween， 11月的即个 Thanksgiving， 到12月即个 Christmas， 这是美国人。这2个月中间，因非常的无闲，也是因的过年啊。伫感恩节甲即个圣诞节，也是因会转到因的厝内底，和厝内的人会当团圆。因为因出外伫外州真远的所在，真罕得有机会。总是咱嘛知影，即个感恩节的故事是对400年前英国的这清教徒，因迁徙为着追求上帝的国、上帝话、上帝旨意，迁徙去到伫美洲大陆迄个所在，开始一个新的生活。400年的经过，咱嘛看见上帝祝福稳定伫美国即个国家。总是感恩节，咱伫遐伫庆祝，不管咱是有来食即个火鸡，还是无食火鸡，但是搁较要紧的感恩节，嘛是一个祈祷的季节咯。伫感恩节的中间，为什么爱来祈祷呢？因为感恩节嘛代表天气开始咧变冷、咧变寒。最近真侪兄弟姊妹去国外、去日本去看即个枫叶，去看即个即个秋天的景色。但是嘛感觉讲，即个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实在是真大。但是台湾，阮看起来不止袂歹，因为看起来拢是青翠的，嘛无叶啊，无辣了了。但是若伫国外的所在、较冷的所在，会看到真正春夏秋冬，真正叶啊拢辣了了，一片叶啊拢无。阮过去伫即个美国，伫徛起的时阵，徛起的时阵，迄个门口一丛树啊，到即个热天的时阵，树啊就一直发叶啊。然后到秋天，9月开始就开始落叶啊。落到11月的时阵呢，一块叶啊拢无，真正拢落了了。所以即个夏天甲冬天即个景色的变化，实在是非常的大。当遮的清教徒因来到伫美国即个所在时阵，因感觉哇，即个所在甲因的英国，甚至遮的清教徒是对荷兰即个所在来到，所以发现讲迄个所在比因徛起的所在搁较困难，所以因真正学习，真正爱伫感恩节做的祈祷，只有祈祷才会当求上帝甲因同在。顶礼拜咱对但以理书中间看到但以理伊有超越的人性。伊有即个非常好甲上帝的关系，直到上帝高升伊，互伊会当来治理全波斯帝国。总是咱嘛看到但以理，伊伫智慧人的中间的智慧，就是知影是虾米人在掌权，知影安怎伫环境中间来生存。伊嘛知影用正直
伫大事小事来办好势，会当来得到上帝的呵乐。今日早起，毋是只有今日早起，最近常常看到咱伫门口做招待的遮兄弟姊妹，毋是只有伫门口伫接待遮兄弟姊妹，甲伊讲平安，欢迎来到教会，嘛会看到咱招待兄弟姊妹举扫帚，举扫帚毋是要共呼出去举扫帚是要创啥物？是伫门口扫真侪咱的头前遮的粪扫，因为咱门口算人拢足爱来。总是足侪遮会送 Uber 送 Foodpanda 咱伫门口来食薰，食的遮的薰头薰屎，就直接等伫涂骹，所以大家要来做礼拜阵，兄弟姊妹要来做礼拜，就要经过真侪遮的垃圾。但是咱遮的同工呢，兄弟姊妹因真热心也真用心，摕扫帚来扫涂骹，捡遮的粪扫，所以真正伫遮的大事小事，拢爱办理好势。但伊有即个超越的人性，总是伫办事的时阵，真侪人要控告伊，但是找无伊的即个把柄，因为圣经讲，但以理忠心办事，无有任何的错误甲过失，所以但以理是值得咱来学习，看见但以理伊的一生。咱今日但以理书的强塔，已经来到第7章，已经进入伫即个后半段。头前1章到6章，咱真容易来读，总是后壁7章开始，真侪遮的历史，真侪遮的地理、国家政治，遮的功课，直到咱可能歹消化，但是嘛鼓励期待咱兄弟姊妹会当对但以理书中间来看出上帝旨意。但以理书咱读完了后礼拜，咱要开始12月开始，就是后礼拜日。咱要来读是即个罗马人书。罗马人书我相信，对每一个基督徒，也是讲咱明年60周年要去到伫即个德国，要来行即个宗教改革的路线，要来看路德马丁伊安怎样读罗马人书即本册，伫迄个中世纪迄个时代，天主教非常猖狂的时阵，甚至改写遮个圣经的遮个真理。但是路德马丁伊安怎样对即个罗马人书看见一拍根钉，看见伫黑暗的中间，即个信仰的出口要安怎来行出去？我相信罗马人书是一本对路德马丁真大的帮助。嘛，伫遮来期待咱兄弟姊妹除了读但以理书了后，咱嘛会当提起精神，因为这是咱今年第9本的共读第9本的即个共读，这9本的中间，我相信大家非常的认真，检采，嘛会感觉非常的辛苦。但是呢，上帝话，互咱有快乐，亲像但以理共款。所以求上帝帮助，互咱会当来看见即个宗教改革的即个历程，看见即把火安怎点倒伫路德马丁，嘛要点倒伫咱迦南教会的身上。阿门。咱伫即个但以理书，今日要分享的主题就是但以理的祈祷。即个但以理的祈祷，非常的即个复杂，也是讲非常多的功课，咱当来学习。但是我只有要用3个但以理的祈祷，甲咱做伙来学习。头一个但以理是伫禁食的中间祈祷，咱做伙讲一解。但以理伫禁食的中间祈祷，伊伫禁食中间的祈祷，伊的目的就是求主来赦免。这段的圣经，对咱拄则所读第9章一直读到19节，这段的中间拢是但以理伊伫禁食中间的祈祷。但是为什么2节细字，就是要互大家看到讲，伊的即个禁食的祈祷分做2个部分。头一个部分红色的字，就是伊认罪的祈祷。伊伫即段认罪祈祷中间，为着伊个人，为着伊的家庭，为着伊的社会，为着伊的祖先，为着伊的国家，为着伊的遮个上帝的遮个旨意，伊来做彻底认罪的祈祷。为什么但以理要认罪祈祷？咱知影有时阵，咱去互老爸老母生气的时阵，伊就无爱插咱，无爱插咱就安怎，就爱回失礼，甲老爸老母讲，老爸爸妈妈歹势失礼我毋对，安尼爸母的即个生气才会消。但以理知影，上帝对以色列人生气，因为以色列人毋听话，
只有通过认罪，安尼上帝才会当听因的祈祷。所以但以理认罪了后面，若实的才会就是但以理伊所要求的代志。但以理通过求主赦免，然后伊要求什么代志呢？家己放大来看，对16节到19节求4项的代志。头一项，咱读即个蓝色台语，求你照你的公义，无互你极大的受气，搁临到即个城。第二个，求你压落听你的仆人的祈祷恳求，主啊，求你因为你家己的缘故，看顾你丰惠的信所。第三个，求你按耳孔听你仆人的祈祷，开你的目睭看阮遐个爬远的土地，以及用你的名建立的城。最后第四个，主啊，求你听。主啊，求你赦免；主啊，求你采取行动。我的上帝，求你为着你家己的缘故，毋通延迟。所以，但以理伊其实要求的是求上帝赦免因，求上帝会当将伊的旨意行伫即个国家。但是，但以理通过禁食、通过认罪祈祷了后，这4个就是简单来讲。求上帝莫阁生气啊！伊知影毋对啊。第二个求主怜悯，因为上帝已经甲因教是甲紧涩涩，因知影毋对啊，已经互上帝修理甲真艰苦。第三，求上帝真正会当听，按耳孔听，开目睭看，眷顾因的百姓。第四，才是但以理伊心内所要求的。主啊，求你早一日赦免，互阮会当行伫上帝你的旨意。但以理伊有即个超越的人性，当即个国家黑暗面、国家毁灭的时，看无路的时阵，但以理伫禁食、伫悔改、认罪祈祷中间，看到一个出口，看到一个方向，知影应当安怎样来行。所以这是头一项，但以理伊禁食的祈祷，就是要恢复甲上帝的关系。第二，但以理伫异象中间来祈祷。但以理的异象，拢总咱对第7章开始来看，拢总看到4个异象。这4个最通过面貌所看到的异象，要代表就是上帝所要予伊的即个教导，然后爱但以理家写落来、记落来，互世间的人会当知影。所以但以理伫异象的中间，伊讲伊拄伫祈祷的时。拄伫遮个异象中间，就看到迄位天使加百列，大约伫显下远坐的时，真紧就飞来我遮。天使加百列甲但以理解说讲，咱做伙来读。但以理，我现在来是要互你完全明白。你开始祈祷的时，上帝就命令我来甲你讲，你是上帝所听的人。所以，要注意这个信息，了解这个异象。但以理通过祈祷、认罪、恢复甲上帝关系，甲上帝开始有好的关系，上帝就将异象、异梦想示互但以理，开但以理的目睭，然后但以理伊无法度了解，就天使加百列来甲伊帮赞。这个帮赞，天使嘛甲伊解说。这个解说的内容，就是甲伊讲，有几项代志，就是但以理伫异象中间，有上帝使者天使帮赞伊。看这个异象，毋是凊彩黑白解说，是有上帝使者，咱今日会当讲有信心保惠师来甲咱帮赞，互咱读着圣经遮的话，会当互咱明白。第二个，咱看到这个使者天使甲但以理讲。当你开始祈祷的时，头一日，上帝就已经差派使者要来甲你回应。意思就是讲，但以理的祈祷，上帝毋是无听无察意，上帝已经差派使者要来帮助伊。第三，互但以理明白，伊是上帝所听的人。通过禁食，通过认罪，通过甲上帝搁好，上帝听伊，互伊通明白要发生的代志。第四项，这所有异象，不管是对头一个到最后一个，会当简单来讲，这就是一个上帝的时间表。
上帝伫伊的故事，叫做 His story。His story 就是伊的故事，这两个英语加起来变做啥物 ？History 就是历史。上帝伊的故事要变做是一段历史，这个变做一个 timeline， 一条时间的线。这个时间的线就是上帝对创造世间宇宙万物，到最后世间的落尾结局，这个启示录。上帝互但以理来明白这个意象。所以但以理伊有一个超越的人性，当伊伫即个异象的中间，伊得到上帝使者的帮助，互伊有一个方向。真侪人拢会做异梦，真侪人拢讲伊看到异象，但是要亲像但以理会当伫异梦、异象的中间明白即个方向，爱有但以理同款超越的人性。所以但以理伫异象的中间，使者来讲。你着爱思想，要思想。上帝话对咱讲的时阵，咱毋是左耳进右耳出，是咱着爱将上帝话斟酌来思想，将上帝话记伫咱的心，记伫咱的头壳。第三，但以理伊伫敬虔的中间祈祷，伫异象的中间祈祷。第三，咱看到伊是伫平安的中间来祈祷。这段是记载伫第10章。但咱继续伫即礼拜来读但以理书的时阵，会当看到但以理其实伊无平安，伊真惊吓，因为伊知影这个异象了后，这是一个大代志，甚至但以理阁破病着惊。总是上帝伫第10章差派使者来甲但以理讲，即个昏暗仔式的，咱做伙来读。但以理毋免惊。你对头一日就决心要了解这个异象，伫你的上帝面前谦卑，因为你的祈祷，我就是为着你的祈祷来。所以拄则讲头一日，但以理祈祷的时阵，上帝就听到。但是上帝找这个使者，就是要来回应，要来帮助但以理的祈祷。但是呢，但以理书的第10章。互每一个祈祷的人看到一个祈祷背后咱看袂到的代志，是甚物代志呢？就是咱的祈祷只有3个答案，头一个叫做 yes， 第二个叫做 no， 第三个叫做啥物 wait。wait， 头一个就讲你的祈祷，上帝讲 OK yes 无问题。第二个 no 就是袂当，你的祈祷无下伫上帝旨意。但是你的祈祷第三就是讲。搁等咧，上帝爱咱等，就是 wait。所以但以理第10章，互咱看到为虾米但以理爱 wait。伊的祈祷，上帝讲 OK， 头一工上帝就讲 OK， 叫天使送信息来，要甲但以理解说这个异象。但是中间13节，毋久波斯国的守护天使，甲我挡伫波斯的领袖遐21日，后来。天使中间一位米迦勒来帮助我。伫但以理书第10章，互每一个祈祷的人有一个愿望，就是你的 wait 是咧 wait 是咧等待啥物？就是伫天顶有天使为着咱在征战。上帝要将伊的话传到咱的耳孔边，上帝要将伊的异象送到咱的目睭前。但是无遐尔简单，因为魔鬼撒旦。嘛在阻挡上帝所要做的工，所以咱每一届会当看到上帝的话，会当听到上帝的声，亲像即个日头对即个太阳发出来到地球，嘛要经过8秒钟的时间。同款，即个都是有侪的阻挡，但是即个阻挡是因为有使者、有天使伫天顶咧征战，所以这21日代表但以理伊的敬虔。伊伫即个敬虔的中间3个礼拜，伊伫遮等待，伊并无放弃，伊并无讲上帝拢无爱插我，上帝拢无听我的祈祷，安尼我无爱祈祷，我无要甲上帝求，无，伊继续祈祷，搁再祈祷，经过3礼拜，祈祷无放弃，所以伊真正听到上帝的话，看见上帝的异象，所以请甲咱隔壁兄弟甲伊鼓励讲，祈祷毋通放弃。爱耐心祈祷，但以理的祈祷，互咱学习，
这3礼拜中间，虽望伊的心着惊，虽望伊的心惊吓，但是上帝会开立该伫地，伊对上帝有信心，所以伊钦调上帝，伊无要放弃，耐心紧接祈祷，因为一定定伊就是定着，一定要来了解上帝的意象到底是咧讲什么代志。所以伫但以理伊平安的祈祷中间，咱嘛当来看见讲。有一伫后壁即段是搁较，互咱感觉真戆影，就是有一个看起来亲像人，好合本犯罪人子。即个人真侪人拢认为，即个出现伫但以理目前的，就是耶稣基督，甲伊蒙。等但以理软正，等但以理破病，等但以理伫紧接中间，毋知要安怎时阵，即个耶稣出现，甲伊蒙19节咱做伙读，伊讲毋免惊，你是上帝所疼的，愿你平安，你着坚强，搁再坚强。粉红色搁讲一解，毋免惊，你是上帝所疼的，愿你平安。你着坚强，搁再坚强。耶稣基督来到伫但以理的身躯边，教导伊、帮助伊，甚至蒙伫伊的身躯，互伊有气力。但以理破病，但以理紧食，但以理着惊，但是耶稣来到伊的身躯边，互伊有平安，互伊有坚强，因为伊是上帝所疼的。亲爱兄弟姊妹，咱是毋是上帝所疼的？阿门！咱是上帝所疼的，耶稣基督，伊就要搭咱的肩胛头。耶稣基督就要来到咱的身躯边，伊要对咱讲啥物？毋免惊，咱是上帝所疼的。伊要互咱得到啥物？平安，搁爱安怎？互咱坚强，搁再坚强。好，就是2次的坚强，就是爱咱坚强打抱起来。上帝伊通过耶稣基督帮助但以理。今仔日同款通过耶稣基督帮助咱，等但以理得到耶稣的帮助，伊恢复伊的气力，伊就讲：我的主啊，请你继续对我讲话，你已经互我坚强起来。但以理祈祷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来明白上帝的旨意。规个整个但以理的祈祷的过程，就是伊想要了解到底上帝的旨意是甚物。所以伊就是即个基督，但是尾后咱看到就是上帝使者，伊对但以理讲：你现在我是安怎来你遮？现在我要倒去波斯甲波斯的守护天使交战，你就知我去了后，希腊的守护天使就会来。毋过我要将真理的册记录的书甲你讲，以色列的守护天使米迦勒以外，无一个会当帮助我抵抗因。等耶稣基督将这个真理启示予但以理，伊讲伊爱倒转去继续征战。所以圣经嘛讲，信心用讲袂出的土气替咱来祈祷。圣经嘛讲，耶稣国外死国外上天也伫上帝宝座前，为着咱咧祈祷，上帝用祈祷来帮助咱来征战。所以亲爱兄弟姊妹，爱搁一摆启测咱，就是每一摆咱当听到上帝声。包括今仔日，咱伫即个所在做礼拜，听但以理书上帝的话，是因为上帝的囝、上帝的使者为咱咧征战，互咱无受阻挡，会当听到上帝的话。阿门。你若是无上帝甲咱帮助，检查你袂坐伫即个所在，检查你袂伫透早起来掀开圣经来读但以理书中间，上帝咧要对咱讲啥物话？是因为上帝为咱祈祷，耶稣为咱代祷，信心甲咱帮助，咱才有可能会当好好坐伫即个所在读圣经。无检查为着顾腹肚、顾家庭、顾生活，检查咱袂去用即个时间好好来读上帝的话。但是但以理伊明白上帝信息了后，伊学习一个代志，就是伫平安中间的祈祷，就是21天的禁食。就是一个征战，这个征战要紧的目的，毋是为着禁食，这个禁食祈祷的目的，是要来听到上帝的话，明白上帝意象、上帝的旨意。第二个，这个征战最后的得胜，就是要将将来意象送予但以理，但以理就要将伊写落来，
然后佫用阿兰文，就是迄当时国际语言，今仔日的英语，要写互全世界人拢来读，拢来明白，因为叫世间的人拢有机会听见明白上帝的旨意。第三，当但以理见到人子的时阵，伊失去气力。但是当人子对伊讲话的时阵，你着平安，你是上帝所听，你着坚强的时阵，伊讲伊的平安甲气力马上就来到。亲爱兄弟姊妹，咱信耶稣会拄着征战，你相信无？但是信靠耶稣的永远袂失败，阿门。伫逐种的征战的中间，咱着爱轻调耶稣。但以理自伊17、18岁受掠来到伫巴比伦这个所在。伊的人生本来是失败，但是上帝甲伊同在，互伊17、18岁就出头天，做巴比伦帝国的宰相。然后经过50冬以后，佫进入伫波斯帝国，做波斯帝国的宰相。伊的人生起起伏伏，但是上帝一直甲伊同在，因为伊要轻调上帝。但以理有一个超越的人性，这个超越的人性帮助伊伫平安的中间找到快乐。所以今日咱看到但以理这三项的祈祷，头一个伊伫倒位祈祷，禁食的中间来祈祷，目的求上帝赦免。上帝赦免了后，伊才会当来明白上帝的意象。第二，但以理伫意象的中间祈祷。当伊甲上帝关系好了后，伊亲像创世纪迄个约瑟共款，足甲上帝关系真好，会当看到异梦，看到异象，所以天使来甲伊讲，这异象，这话，但以理书对第7章到12章，你毋通凊彩现，你着爱好好停落来，好好斟酌看，着爱思想。伊要思想，伊讲伊无明白。上帝差派天使米迦勒，上帝差派伊的囝耶稣基督，帮助伊，甲伊拆开这个异象。第三，咱看到但以理伫平安的中间来祈祷，上帝甲耶稣甲伊讲，你着爱坚强，搁再坚强，你着爱坚强起来。一个领受上帝话语的人，着爱坚强起来。阿门。咱读圣经的目的，就是互咱爱坚强起来。所以，甲你隔壁兄弟讲，读圣经是要互你得到坚强，读圣经是要互你得到坚强。所以，你有相信读上帝话，身体会哪来哪好无？相信的就讲阿门。你有相信读上帝话，经济会哪来哪好无？相信的就讲阿门。你有相信读上帝话？关系甲咱的关系，甲上帝关系会哪来哪好无？上帝话是要互咱得到祝福，亲像但以理。虽要咱看伊的一生，哇，敢若足顺遂的，但是你真足甲看，伊17、18岁就食菜，吼，然后无食巴比伦遮的咸酥鸡，吼，无食遮的宵夜，伊就爱食迄个上帝讲 OK 遮会食的米娘甲菜色，伊。少年时就叫人陷害，吼，伊的三个朋友叫迄伫火炉，甚至到伊老时阵叫等伫即个狮仔血的中间，差一撮就变做即个狮仔喙内底的骨头。但是上帝救伊，伊无惊吓。但是咱看到但以理的惊吓，是伫上帝意象的中间，是甲上帝关系亲密的时阵，迄个大的意象，互伊惊吓。即个惊吓叫做 fear。就是敬畏、敬畏，所以敬畏耶和华就是智慧的根本。伊对上帝有一个敬畏的心，上帝就予伊的智慧拿加添。伊伫巴比伦是智慧人中间的智慧人，伫波斯帝国嘛是共款。但是但以理对上帝一个惊吓、敬畏，一个 fear， 所以予伊看上帝意象、上帝话，予伊智慧拿加添。互伊身躯哪好，吼，咱读到遮的时阵已经80岁啊，但以理80岁啊，伊还法度禁食21天，吼，武装长老90岁啊，吼，嘛会当禁食吼，伊佫会当，吼，佫会当举骹吼，佫会当囍落，佫徛起来，吼，拢无问题。但是咱有可能到80、90岁阵禁食21天无？吼，莫讲21天，吼，21小时，吼，咱感觉咱可能拢会倒落去。83岁但以理伫禁食祈祷的中间，伊为着要得到即个异象，身躯亚烂，
但是伊要紧的目的就是明白，伊有一个超越的人性，伫黑暗中间看到出口，伫异象的中间看到方向，伫平安的中间得到快乐。咱毋知影但以理尾仔食到几岁，但是上帝已经讲，伊是一个平安的人，伊 OK 平安无事无代志。所以最後，祈禱是一個甲主的時陣所講的。祈禱本身毋是一個馬上就有答案 ，yes or no or wait。上帝愛咱等待伊，聽候伊，親像但以理。雖望寒天來到，天氣變冷，但是春天的確會來到。感恩節是400年前1620年。英國103個清教徒，102個清教徒，坐一隻5月花號，要來到這個美洲大陸的所在。頭前幾年就有人來過，400幾個人來，但是300幾個死去，所以因足驚嚇。但是直到102個來，但是呢，因來到的時陣，發現講佇這個新的大陸，這個所在超越因的想象。因根本無法度面對這個冬天，因為因來11月11號就到位，但是發現塗骹開始在冷結冰，因無想到講這個天氣比英國佫較歹，英國已經足夠落雨啊，但是來到美洲這個所在，遮爾啊寒，這個寒天是要安怎活落去？但是伫迄個困難的中間，因中間有一半破病、着病，甚至安尼就來寒死，失去因的性命。因伫船仔頂傷寒，帶袂落去，走來到地上，伫地上無法度，甚至佫走轉去伫船仔頂，安尼經過即個秋天到寒天，剩50幾個人。但是伫即個中間，因經歷活落來了後，有遮個美國的原住民哦，什麼人是美國的原住民？印第安人。遮個印第安人呢，就開始來甲因幫襯，教因種番麥。教因飼迄個火雞，因為迄個火雞足勇的，安尼袂去互寒死，所以因就開始來學習，因就開始甲遮印第安人，甲因和好，彼此了解，彼此接納，彼此幫襯，彼此送禮物。所以這是咱今日聽到這個感恩節很感人的故事。但是事實上，16年了後，這個英國人發動的這個戰爭，對英國去的這個人呢，因就是甲這個印第安人咧搶地盤，將原本有8000的印第安人呢，經過16年，大家剩1500個，殺死了3/4。所以這個美國大陸呢，即馬呢攏走去別人的手頭，就甲因佔領。所以印第安人對這個美國人、白人，原來真袂當接納，真袂當接受。這嘛是佇歷史上，上帝有會定着上帝旨意。咱看去但以理，伊所來解這個夢，到今日第7章，明仔第8章，這個夢所代表的意象，就是地上的國、地上的政權，是起起伏伏，來來去去，所產生這個帝國，到佇今日的歐洲、美國。攏佇但以理書、但以理的語言的中間，但是上帝愛但以理起來祈禱，伊毋是只有為着以前祈禱，伊嘛為着將來祈禱。佇將來異象中間，所要明白就是上帝國要來取代地上的國，天地的國要來取代地上的這個王權。所以咱就愛明白但以理的祈禱，毋是只有為着過去、為着家己，嘛是為着國家、為着前途。每一位學習但以理，咱嘛愛為着咱的國家社會來祈禱。像昨即禮拜，咱的總統賴清德，伊嘛去到佇即個國家禱告會中間做伙來祈禱。咱嘛愛來為着咱的總統，為着咱國家執政的掌權的為因來祈禱，互因當謙卑公義，佇上帝有上帝憐憫，甲上帝來相甲行。咱看到佇即個寒天要來到的時，就是親像即個天使米迦勒講的，會有即個大艱征戰、大艱難的臨到，親像人生的冬天共款。但是但以理伊明白了後，伊做計劃，伊做備辦，伊愛互咱佇寒天的中間遊玩有盼望。所以但以理佇禁食的中間，伊知影
这个世界毋是愈来拢完全平安无事，这个世界的确有拄着征战，会拄着灾祸。耶稣嘛伫马太福音讲，有这个末后的日子，有最征战，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人的爱心渐渐冷淡，但是忍耐到底的终必得救。上帝爱人明白这个局势，毋是只有咱目睭前所看安尼若定。上帝爱人明白的是，上帝国要临到。就这个阵痛，就这个分娩，就这个亲像妇人要生囝共款，但是最后上帝要讲的，就是带人来行伫正直的人，伊要亲像一粒星来发光。上帝对但以理讲，伊要亲像一粒星，因为义人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好，咱讲一解，义人必发光如星，直到永永远远。这是最后一章，这个天使搁一摆转来到米迦勒对转来到但以理的面前，伊对但以理讲：迄时，迄个保护你的东袍的天使长米迦勒要出现，然后一定会有一段灾难的时期。迄个灾难是对开国以来毋捌有的。迄时，你遐个名有记伫活命册的同胞会得到解救。第20，咱再来读。真侪已经死去的人，为搁我有得到永远的性命，有的永远受天笑验证。这个天使甲但以理讲，上帝的国最后有一寡人会当入去，但是有一寡人袂当入去，去互人气煞，去互人天笑，去互人验证。但是要入去的人名。伫簿仔顶，名有记载伫即个生命簿仔顶。这个人的名就是因明白上帝话，遵守上帝的话，甚至行伫上帝意象中间。第30，继续来读。有智慧的人会发光，亲像天顶的光；遐会带真侪人归向正直的人，会亲像星辰永远发光。所以。但以理书读这本册的人，也是读到但以理的信息的人，爱有智慧啊！有智慧就是爱明白，将人带归正直，和本翻成归于义，就是甲上帝恢复关系。所以咱煞只要读这罗马人书，上要紧的，就是对第3章到第5章讲的因信称义，这嘛是宗教改革一粒根青。因信称义，为什么咱知影咱会当成做义人？就是咱有信心，咱的信心就是伫耶稣基督的顶悬。因信称义的人会亲像星发光，这个光是永永远远、永永远远、永远会发光。当亚伯拉罕90岁时，上帝甲伊讲：你要成做，你要得到一个囝，做多国之父。亚伯拉罕讲：我即马一个囝嘛无，我只有一个就是以实玛利，是一个女婢的囝。但是上帝讲，这毋是上帝要互你的。上帝叫亚伯拉罕出去帐棚外口看天顶的啥物星，你看遐个星，你的子孙就要亲像天顶的星。这天顶的星是啥呢？这天顶的星就是但以理书所讲的，这因信称义的人。就是要成做天顶的星，阿门。好，甲咱隔壁讲，因信称义的人要成为天上的星，因信称义的人要成为天上的星。迄粒星发出来的光，毋是家己的光，是日头的光，是上帝的光。这就是但以理书上要紧的信息，将上帝要传达予世间的人的，互伊会当听到。但以理书最后一章最后一集，只有上帝对但以理个人要予伊的祝福。咱做伙来读13集。你着坚持到结局的时，你会得到安息；到末日，你会搁起来享受你的福分。所以上帝予但以理每一个亲像但以理，愿意敬食基督，愿意伫异象中间来超吹听候。愿意伫上帝的平安中间，无搁再惊吓坚强的。上帝讲，你着爱吞忍坚持到落尾，你的正日到伫安息就是平安。
到末日，你会搁起来，就是你会搁活，享受你的福分。这毋是只有互但以理，嘛是互每一个读着但以理书的人，听着但以理书信息的人、相信的人，拢会得到上帝的祝福。阿门。你是一粒发根的青，因为你读有上帝的话。今日牧师将即个用短短的时间已经真短啊！短短的时间将但以理书上困难的讲，互咱尽量会当听清楚甲明白。要紧的毋是你知影伊在讲啥物，要紧的是爱知影你是啥物人。你是上帝所拣选的人，上帝拣选你，爱你明白即段的信息，就是爱你成做一粒青，会当来发根，毋通互即个根黑暗暝。毋通互即个消息、即个信息就来无去。当你继续安尼传落去的时阵，你就继续伫天顶来发根。就是亚伯拉罕伊所看到，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咧吊伫天顶。即马咱看袂到，从咱即个崇拜部已经将即个圣诞树装起来，顶头有一粒星，即粒星，算了，等一下收起来之后大家再看。这粒星呢，就是每一个基督徒的性命，爱发根，爱伫悬的所在，星敢伫涂骹，搭伫涂骹，安尼就是扣夹啦。这个星呢，就爱吊伫天顶，就爱互人会看到。所以咱爱真做但以理，就是爱来读上帝的话，爱将上帝的话想，搁再想，毋是读的安尼有读，然后就放袂记，想搁再想，明白爱去行。即礼拜咱的小组分享，咱当来分享，你是毋是亲像但以理共款，伫祈祷中间得到平安的经验？第二个，伫感恩节的中间，你有特别想要感谢啥物人？为虾米你要感谢伊？上帝互你啥物款的感动？第三，但以理的祈祷对咱来讲有啥物款新的学习？有3个经节，最后要甲咱做伙来复习。9章23节，但以书，我甲伊浓缩。开始祈祷就有命令发出，因为咱是主所听。咱做读一解。开始祈祷就有命令发出，因为咱是主所听。爱记得祈祷，毋通灰心，毋通失志，就爱继续祈祷。第10章12节，外头对头一日决心了解异象，上帝有听你的祈祷，所以对头一日决心了解异象，伊有听你的祈祷，所以你的祈祷毋是凊凊彩彩。真侪人祈祷有开喙，甲无出声；有出声，阁无开喙。祈祷毋是出声甲开喙的问题，祈祷是你有心无用心。祈祷就爱认真祈祷，因为袂当甲上帝祈祷是无认罪、无悔改，所以甲上帝毋知影有听也无听。但是咱真正好好认罪悔改，咱的祈祷对头一日上帝拢有在听。最后是12节、13节，12章第3节，做伙来读，带真侪人归向正直的，话亲像星辰，永远发根。搁读一解，带真侪人归向正直的，话亲像星辰，永远发根。愿上帝帮助咱，互咱学亲像但以理，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伫感恩节要来到的进前，阮看起天气在变冷，也上帝在提醒阮，人生中间有春夏秋冬，果市会起，嘛会无，嘛会落。求上帝，互阮知影人生拢是无定着，只有我靠上帝的话是永远袂改变。迦南教会建立第60周年。60年的中间，求上帝带领阮，会当行即个宗教改革路德马丁信心的路线，就是因为通过圣经上帝话，得到信心来亲近伊，甲上帝有好正确的关系。也求上帝帮助阮，在读但以理书的时阵，学习但以理的祈祷，互阮知影祈祷就爱耐心听候，祈祷到落尾，信靠到落尾，就要来得到救。愿上帝搁一摆帮助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有一个超越的人生，互阮伫黑暗中会当看到出口，互阮伫异象中间看到方向，互阮伫平安的中间得到快乐。安尼祈祷恳求，我靠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门。请咱做伙来吟圣诗438首。
万里田3好金啊，请雷起立。残也好真子，或者咱起立来吟全首。愿雷残也好真子，无辜就会福音。这是对主大归啦，雨水是上悬案。当天落雪空对酒，每天是去陪游，告诉清风甲日光，但有论地参与，是为那好你是主所赐福气，要感谢主来感谢主，因为伊大恩赐。万有无论是门君，是对主来信主，路边花草伊增塔，伊好几更难拿。风烟顺风雨，悄悄是做友情。风人是主行哩，伊娘伊会拜面，是为那好你是主所赐福气，要感谢主来感谢主，因为伊大恩赐。地北远大国乐你，感谢你大慈悲，也这首歌这情意，你赐福拢无停。那我爱保守我的，就将那阮所献。甜比感恩的心志，是你所爱的血，是为那好你是主所赐福气，要感谢主来感谢主，因为伊大恩赐。真济。咱今日的奉献是要特别为着感恩节的奉献，奉献是基督徒感恩的表现，是出于甘心乐意。如果咱还未明白奉献的意义，请咱用祈祷来表达你的感恩。咱嘛当用全部中间夹的这个奉献录啊，来向主献上咱的感谢。
上帝，感谢你赏赐阮有超越的人生，甲丰盛的活命。今日透早，众兄弟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敬拜你，实在是好得无比。即时，阮奉献阮的时间、金钱、财能，求你降压。安尼祈祷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请坐，请陈牧师来报告。哦，请几位长老师。大家平安。我来报告吼。本主日今仔日有新的朋友来宾来到咱的中间，有请去。这是顶个。消息报告，本主日感恩节的主日，邀请兄弟对过去助力咱的身躯的带领保守献上感恩。核心同工的退休会核心同工的退休会，要伫11月30拜六下早8点离教会集合出发。下早8点离教会集合出发，请大家会当穿较轻便的衫裤鞋带风衣甲雨具有定时阴暗8点要转来到教会。教会的团体纪念相片有需要的，请到1楼来登记缴费，到11月初1截止。好来，嘉南圣诞晚会。虽然咱遮有相片的，就是第一张是5月26号，第二张是10月13号，伫内底甲外口的遮个相片，所以拢总有3张，每一张拢有3个 size， 就是小、中、大，所以看咱会选择，所以咱当先去找所以拢是互咱当做纪念，伫遮补充，多谢，请继续。请咱伫1楼来登记缴费到11月初1截止嘉南圣诞晚会在12月初1啦，没错，12月1号啊。是哦。不好意思，来。嘉南圣诞晚会12月14拜六，阴暗的8点到21点，阴暗的6点到9点，伫49号2楼举行。邀请并欢迎各牧区小组团体甲个人的踊跃报名参加。报名的详细的方法伫公布栏，12月初7截止报名12月初7截止报名。下主日。12月初1 12点半到1点，伫2楼礼拜堂有耶路撒冷的旅行社前来举行嘉南教会60周年宗教改革的旅游说明会。小会报告下主日12月初1伫第一场的台语礼拜中间举行中集的就任式。中集会的报告下主日12月初1。召开417次的中集会，各单位伫11月27前来提出报告资料，有备心来准时参加。若无法度参加的，中集会的书记来请假。中拜部的消息报告，下主日12月初1，要进入大港节，圣诞点烛服侍当天请注意，伫第4面的所在。下主日要进入12月份，请服侍人员注意服侍的项目甲时间。咱来看第2面的所在。教育部的消息 ，A1 初信造秋第1期，拢总有28名来完成结业请假欠课的2处以内的，会当伫11月28拜四，也是12月初7拜六来进行补课。罗马书圣经共读的华语场圣经共读华语场伫12月初1到12月31，共拢总31天，
每一天的上午6点半伫线顶要举行设教60周年纪念特刊豆果的活动咱详细来看第3面的所在。第6，针灸图书馆管理员服侍的时间，下早10点半到12点半，欢迎有意愿感动的兄弟来陈奕新执事来报名。扣迄张，吼，就是咱的即个60周年的特刊，吼，邀稿，吼，伫咱周报第3页，吼，咱因为要来编这本60周年的特刊，吼，所以邀请兄弟姊妹，吼，当提供咱对40周年到60周年这20年，就是2004到2024中间的活动的相片，吼，咱会当吼来收集，所以伫咱1楼的即个造型墙吼，就是咱的即个吧台边啊，吼，遐有一个桌啊，吼，遐有迄个单，咱当摕转去写，也是咱会当用即个扫即个 QR code， 吼，咱会当来开始来投稿啊，吼，所以一直收到明年的2月23号，好，所以嘛，请咱会当来到注意啊，会当来用纸本的或是在数位的，好，伫网络上面，好，互咱即个60周年的编辑会当真顺序来进行，好，多谢，好，搁请继续。团队部的消息，医疗关怀组本主日下早10点半到11点半，伫教会1楼举办社区的咨询关怀活动。总务部的消息，有意购买圣诞果，请你12点以前伫教会1楼服侍的同工来登记缴费。今仔日截止吼，青年牧区报告吼，21月30拜六要为着联合小组的时间，甲方组团去联谊6点半开始，伫主日的华语礼拜来献诗。社区的事工本主日11月24日下晡7点，专于生命教育合会，伫4501的教室召开李干事会新的聚会，的干事理事拢爱做伙参加。11月26双年大学，伫教会1楼举办书法国画的展览，欢迎兄弟参观报名支持。11月27拜310点半到12点，双大讲座，主题富硕减脂的大作战，讲师是邱思汉医生伊是国军桃园总病院内分泌新陈代谢科的主治医师。11月28拜4下早10点，艺人报道团有西所爱无限的音乐证券会，伫4501的教室，欢迎兄弟来参加。11月30拜六，核心同工退休的迄天，教会开放的时间是下晡2点到阴暗的10点。咱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2次，咱做伙来开喙来读。有智慧的人会发光，亲像天顶的光，才会带真侪人归向正直的人，会亲像星星永远发光。但以理书12章3节，有智慧的人会发光，亲像天顶的光，才会带真侪人归向正直的人，会亲像星星永远发光。但以理书12章3节。以上。请咱做伙来上吟386首。天下万邦万国万民，请吟诗刷请陈牧师祈祷，起立吟全首。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慈悲疼痛，信心的感动甲帮赞，甲恁众兄弟姊妹送到伫地，互恁伫敬虔中间、义上中间、甲平安中间的祈祷，会当得到主的接纳，会当甲人搁好，甲上帝搁好，互上帝亲做义，
对即时到因世代无煞。阿门。请坐。好，咱用普声来感谢上帝。好，咱特别嘛要来介绍吼，咱的这个指挥吼是这个徐陈淑芬牧师娘吼，是这个慈信德牧师的牧师娘。好，咱拍拍来感谢徐牧师娘。好，啊，搁有就是因好拢总只有4摆，好，只有4次的练习哦，啊，就当来献3首的歌吼。好，所以这团员好也非常的辛苦。好，咱嘛将感谢因伫这服侍甲侍奉，咱搁一摆用普声来感谢，好，愿上帝祝福。哦，咱会当彼此来请安，好，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好，啊，这个荧幕先把它收起来，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圣诞树哦。好，咱当来头前翕相，愿上帝祝福咱大家平安。用我的好了。我们要不要戴手套？不要，要不要戴手套？要不要拿手套？老师中间，老师在中间，不用戴手套。
要紧，不要紧，不要紧，拿着就好了。好，是站着来。安尼都有来。看有，啊要去，去较顶摕一张，摕手装的无要紧。好。到了吗？好了，再手装。拿手啊，阮两个免客，无说咱两个免客，咱两个无拍的啦。可以随便拿一张。对。好，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谢谢老师，老师后位有请，教练有请。好，是的。应该谢谢老师，可以救一下你。好，堂妹啊，我要救堂妹。